换来看这个渔业署今年推出的海洋月车使用话，但是第一，甲飞机甲软丝啊混唔着去；第二，嘛甲红柑甲青柑创唔着去。海生团体讲，渔业署闹笑话咯。也毋过渔业署发新闻稿来反击，讲无唔对哦，只是引用的品种无同。哦，它特 Q 哦。渔业署推出2021年，也就是明年海洋画季。这个画季顶悬的海产，拢无要用相片，改请画家来画图。不过，煞去互民间团体发现，因看到软丝啊甲飞机的图，敢是放颠倒屏，也个画季顶悬红柑身躯顶悬有一条黄色的船，这安尼感着，这应该是日本的青柑不利吧？咱实际来行一撮菜市啊，找到卖鱼10万年的头家，咱抱专业的来把人鉴定一下。那个花枝啊，上面这个纹路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是标错了。因为标嫩西亚标错了。对啊，审稿的时候审不对了，嫩西亚比较像这一个，只有这2个放错而已啊。红柑它这里有一条线比较明显啊，这个黄色的啊，青柑比较没有这样一条线啊。这个画的是对的，它的这个是对的啦。这卖鱼的头家卖10万年咯，逐工拢在看鱼啊、望鱼啊。伊讲飞机的较只片有好版船，软丝啊一般来讲是无。啊，若红柑身躯有一条黄船，这是无唔对。为这个图出问题，渔业署赶紧出面，爱大家卖过定啊。表达意见的人士以不谩骂方式，不要以情绪性的字眼来批评。有错的地方可以多理性的讨论。那我们真的有把那个花枝跟软丝用点豆变吗？有吗？这个我们在后续再请教专家的。飞机甲软丝啊，带一项较好食，大家拢知，但是带一只是引唔着去，即马刷拢无人知。啊，那这个话题后续要哪处理，就要问专家才会知。